你们怎么没有喊安口？我们自己喊安口了。那个放上面，因为太冷了，上不来。我刚刚有跑步呢。我刚刚本来想要在前面那条路100公尺是8股的，但是我怕人家会用异样的眼光看我。会，绝对会。对，所以我就没有这样跑。我真的很冷，台北。真的冷，像开冷气。我才刚喝水，水就解冻了。真的。没关系。那第3首是什么？第3首，我们当然是好想你，但是因为我们的女神没有来，所以由我们的公主来主唱。你看公主小红帽，她跌倒所以变小灰帽。大野狼，大野狼出来好不好？大野狼，加油，加油！大家好。可能很多也是有一些朋友没听过这首歌哦。那这首歌是由女主唱Lawa女主角所写的一首歌叫《好想你》这样的。歌词我也不知道他在想谁这样，我们就我们一起来想他。那个是想犀牛嘛？嗨，我抓牛嘛？我也不晓得。他在想瓜牛跟9层塔。好吗？让我试。好，我们开始唱歌。好，算了。我们的团长。好，开始了。酝酿一下，来，大家暂时先不要笑。
So